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6月8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汽车，聊一聊新能源汽车。这个周末汽车圈又火了，不仅是火啊，而且是充满了火药味儿。汽车圈又炸了。周末在重庆举办的2025中国汽车重庆论坛上，这个吉利控股高级副总裁杨学良直接把炮口对准了比亚迪。这个杨学良力挺长城汽车魏建军。杨学良说：“他说当前中国汽车行业存在两个谜团，一个是人咬狗还是狗咬人之谜，第二个是人吹灭鬼灯还是鬼摧毁人灯之谜。”另外，他还再次把陈年旧案，也就是长城汽车举报比亚迪那个常压油箱和排放严重不达标的事情，再一次抛到桌面上，旧事重提。时间已经超过2年，还没有结论，这是典型的违法犯罪案件。吉利高级副总裁杨学良他的论坛上发言，比长城的魏建军火药味更浓，更敢说。大家看视频，有两个谜团，一是人咬狗还是狗咬人之谜，第二个是人吹灭鬼灯还是鬼摧毁人灯之谜。这两个谜团的谜底由谁来解开呢？都说是自己是好人，都说自己被冤枉了。如果是人咬狗，那就找这个人的麻烦，且依法惩罚。如果是狗咬人，那就应该对这条狗加强训练，不能乱咬人。这样做不是很容易解开谜底吗？另外，到底是人还是鬼，我觉得也很容易搞清楚。大家都到法庭上摆事实、找依据、讲道理。法庭是人开的，讲鬼话一定会被法官识破的。而现在全世界的同行都在看中国汽车行业的乱象，都在关注发生在中国汽车行业的特殊事件、特别事件。如果长期不解开谜底，那就关系到中国依法治国的形象，关系到法治中国的形象，关系到人民群众对中国依法公平与正义如何理解的问题。第四，同行之间为什么要相互监督、相互尊重？因为同行间的行为与同行们的利益密切相关。如果有些企业通过损害公共利益或低于行业标准的产品参与市场竞争，或通过假冒产品欺骗市场、欺骗国家获得巨额利润，这就破坏了行业规矩，伤害了同行利益，也伤害了整个行业的形象。所以同行间应该相互监督，互相尊重。中国汽车工业的同行们当然可以在一起，但不是把大家的车买来放在一起，也不是几位同行坐在一起，而是要按照行业的规矩，按照自己签署的行业协议，相互监督，互相尊重，真诚的一起公平比赛。在一起的使命是为了中国汽车工业更好的发展，而不是造假售假。保证企业自律的前提是依法合规经营，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行业自律。今天在中国出现的汽车行业的乱象，其根源就在于此。比如汽车行业周知的常压油箱和排放严重不达标的事件，就是典型的违法犯罪案件。
自长城汽车举报到今天，时间已经过去了2年了，还没有结论。这件事儿，全球同行很关注，全国同行也很关注。到底谁对谁错？到底谁真谁假？一定要有一个公开的结论，不能不了了之。如果这么一个重大的案件都可以不了了之，那行业又如何实现自律呢？其实行业内的人都知道真相，因为大家都是会做拆车对比测试的。我们测试的结论就是2年之前我们也做了拆解测试，我们测试的结论与长城举报的内容信息是完全一致的。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魏建军魏总是一个正直的人，是一个诚实的人，他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吹哨人。很遗憾的是，过去的2年多，他被舆论误解，市场社会传播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社会上散播的信息与事实相反，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全行业都在揣摩，都在困惑，这就像掩耳盗铃。这种神神秘秘的局面，令市场和同行缺乏是非方向感。去年重庆论坛抛出了牌桌论，今年抛出了拉踩论、又蠢又坏论，这算不算贼喊捉贼呢？我不知道长城举报比亚迪油箱造假排放，造假违反了什么论？是不是又蠢又坏又拉踩呢？不能用贼喊捉贼的方式来玩弄是非，不能用非蠢即坏来取代法治。中国是法治国家，我们的一切经营活动必须在法律轨道上运行。值得欣慰的是，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家部委的高度重视。5月20号，国家发改委5月新闻发布会上，重点发布了内卷式恶性竞争的问题，指出有些企业以低价、超低价，有时候甚至是低于成本价来开展竞争，有的制假、售假，以次充好。可以说，这些都突破了市场竞争的边界和底线，扭曲了市场机制，扰乱了公平竞争的秩序，必须加以整治。第5，内卷式恶性竞争将会把中国汽车工业带向集体沦陷的险境。内卷是最低级的竞争行为，是经济界、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自杀式恶性竞争。而今天，中国汽车界正在上演，越演越烈。有些企业高举内卷大旗，有些关键的关键是严学良说完之后，后面又轮到广汽埃安一位副总裁，这个负责营销的叫肖勇，轮到他发言。这个肖勇也是还嫌这个火药味不够浓，在开场时就表示，我非常拥护和赞同杨学良的精彩发言。有了杨学良这样的嘴气，我们对行业的发展不用更多发声，赞同举手就行了。杨学良说了什么？不就是炮轰比亚迪吗？对吧？这个广汽埃安站出来，第一个坚决支持拥
拥护，不光有这个管切埃安，连这个长安汽车也跳出来拥护。长安汽车董事长朱华荣也在这个论坛上他说，中国汽车产业取得一定的优势，但仍然存在几个问题：市场品牌数量过多，产品过剩，过度夸大宣传，造成误导，价格混乱，有蔓延海外趋势。0公里二手车出口到海外，对中国汽车品牌是极大的伤害。部分资本不以长期健康发展为目的。这个重庆汽车论坛给人感觉好像是变成了一个对某个品牌的一个批斗大会。这一切都源于前一段时间这个长城汽车的董事长魏建军接受新浪财经采访说的，车圈的恒大已经出现什么痛批0公里二手车。虽然魏建军没有点名道姓，但是后面这个比亚迪汽车的公关部负责人他站出了回应，说这个汽车圈没有所谓的恒大，而且还说了比亚迪这个财务数据多么健康，也就是网友所说的叫减骂，将炮火吸引到自己身上。那重庆论坛上面那就形成了一个众多车企众多品牌围攻比亚迪的这么一个场面。也是在重庆汽车论坛上面，比亚迪的这个公关部负责人叫李云飞，他也在这个论坛上发言呢。他说反对拉踩，抵制阴阳，打击造谣抹黑性质的黑公关。在这个论坛上，众多汽车品牌互相针对，火药味非常浓。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我想起了20年前，那时候互联网也刚兴起，很多互联网门户网站，比如搜狐、新浪、网易，甚至还有腾讯，他们号称是互联网几大门户。这些门户网站每天就像现在的汽车圈一样，互相攻击，互相告状、起诉还打官司。那个时候不像现在，那时候互相起诉都是赔偿1000万，那时候1000万就是天文数字啊。那个时候互联网圈子这种门户之间的互相拉踩、互相针对、互相指责对方抄袭、剽窃，给人感觉主要是炒作。大家知道那个时候大家只看电视和报纸，互联网还没那么发达，那时候电脑也不是人都有，也不像现在手机人人一部，所以说互联网要进入千家万户，要被大家所接纳，它就需要炒作，让你知道哦，有个新浪，有个搜狐，还有个网易，那边还有个腾讯，所以他们之间互相天天我告你。所以说那个时候针锋相对，给人更多的感觉好像是炒作、搞流量、推广、营销。但是现在这个汽车圈里面的这种你死我活这种针对，并不是营销，也不是搞流量，而是真的是下死手。这是我个人的观点。汽车圈里面为什么会这样？实际上就是内卷严重，内卷加剧，压力太大。乘联会的那个秘书长他公布的数字就是，现在咱们汽车库存350万辆，这350万辆如果你不卖掉，那不就变成旧车吗？你不降价行吗？内卷加剧。同样是吉利汽车，前不久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说，他说当今世界汽车工业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它不光是中国全世界汽车工业产能严重过剩。吉利决定不再建设新的汽车生产工厂，不搞重复建设。我觉得李书福一句话道出了本质，就是产能严重过剩。全世界产能都过剩，那咱们中国的产能是更加过剩了。产能过剩，你自己消化不了，那就会导致什么？导致内卷，不卷不行。吉利汽车杨学良把汽车行业的乱象，把对汽车行业的治理上升到法治中国的这个高度，关系到人民群众对中国法治、公平与正义如何理解的问题。总之，现在这个汽车圈，尤其是这个重庆汽车论坛所反映出来的这个现象，给人感觉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整个汽车业，尤其是国内这个汽车业的巨变马上就要到来。老大老二打架，老三对吧受伤，比亚迪、吉利对吧这些头部企业很有可能还能扛，但是那个排名稍靠后的恐怕很多企业就要凉凉，就要爆雷。看着今年是汽车行业，尤其是新能源汽车这个叫生死之年，淘汰赛这个已经叫渐入高潮。我们不要被一些企业被它的销量所迷惑，不要被一些企业它目前的财报数字所蒙蔽双眼。很多人一说这个咱们头部车企要爆雷，毕竟这些品牌它都有自己的粉丝，有自己的饭圈，你只要一说它要爆雷，它马上就出来反驳。就像说俄罗斯一样，你要说俄罗斯变成20个小俄罗斯，它马上就出来反驳。但是他就不记得，你就回
回忆一下就可以啊。他理由总是俄罗斯有核武器，俄罗斯这么强大，俄罗斯这么厉害，怎么可能分裂呢？他忘了前苏联更强大，前苏联核武器更多，不也是一夜之间就变成10几个小苏联吗？变成了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其实就这么30年前的事情他都不记得。所以你一说到哪个车企可能要爆雷，他马上就不乐意。人家现在一年卖几百万辆汽车，现在出口多少，市场占有率多少，这些人恐怕他就忘了恒大作为宇宙房企，作为第一大房企，许老板作为首富上过城楼，进过那个重要场所开会，在他爆雷之前，谁相信恒大会爆雷？有一个大而不能倒，结果很多人就相信他这么大怎么可能倒呢？倒了还了得？2012年香园创始人呢发布了一份恒大的调查报告，揭露恒大财务造假、资不抵债、庞氏骗局，管理层挥霍无度。香园是著名的一个做空机构，人家就发现了恒大财务报表里有问题，华丽的数字后面隐藏的是恒大真正的问题，庞氏骗局。但是2012年当香园把这报告拿出来的时候，迎来的不是这种反省、警惕、戒奸、引以为戒，反而迎来的是一片口诛笔伐，大家都骂他，唾沫都把他淹了。2016年香园这个创始人涉嫌散布虚假消息，被禁止进入香港市场，并且他还收到了一份巨额罚单。几年以后，也就是2021年9月，恒大债务违约，也就是恒大暴雷。恒大暴雷造成的创伤，现在4年以后，我们还在保交楼，2万亿的天量债务是谁的呢？恒大造成的这个窟窿，不管怎么说，最终还是全社会买单。所以千万不要迷信什么大而不能倒，它销量第一，它就不会倒；也不要迷信它那些报表，只有暴雷的时候才能反映真实情况。报表是可以修饰的。你现在回头看看，如果当年2018年或者2013年等等，就是2021年之前，如果那个时候国内没有掩耳盗铃，而是实事求是、认真的审查恒大、碧桂园、融创这些企业，或许那个时候它窟窿很小，要补上很容易，要纠正改正也很容易，不至于发展到2万亿这么大一窟窿，造成整个社会的阵痛。更可笑的是，恒大爆雷以后，当大家都在讨论碧桂园什么时候爆雷的时候，碧桂园那个律师函满天飞，谁要说到爆雷，他就给谁发律师函。最后的结局大家也知道了，碧桂园现在也在叫债务重组，保交楼，也被人提起了破产清算了。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恒大爆雷以后没2个月，央行的一位副行长对记者说这是个别企业自身盲目扩张，经营不善，是个别企业现象，房地产行业还是良性健康。所以说今天我们聊汽车行业，我们要看到汽车行业的压力，直观的数字就是它的库存，它的产能过剩，库存加大，这么下去很快就有一批车企要爆雷。一样的，如果现在加以调整，如果能实时的加以控制，那么对社会的危害就小。如果现在任由它发展，那只会给社会造成更大的浪费伤害。汽车行业的竞争，尤其是新能源汽车，它现在拼的不是技术，不是安全拼的是营销，拼的是口水，拼的看谁能吹，拼的是看谁更懂互联网，看谁更能提供情绪价值，看谁更能忽悠那些年轻人，看谁能包装新概念。互联网营销如何抓年轻人，如何抓8到15岁人的注意力，互联网花式营销还是非常厉害的。以身高为例，一个男的怎么把一个男的推销出去？这个男的身高1.7米，体重220，收入1年20万，长相满脸麻子，爱好抽烟喝酒。那某些企业在他的口中，这样的男的他也推销，他怎么推销？他说我们的身高虽然距离顶尖部分有差距，但是非常努力，终于达到了行业第1梯队。体重超重，这个就不提体重。说到收入，我们的收入打败了全国95%的人，全国收入排行榜排前5%。当然他就不提这里面还有5000多万，只说这个打败了全国95%的人。说到长相，他会说没有颜值就是最好的颜值。说到这个不良爱好，抽烟喝酒，他就会宣传着年轻人就要敢想敢干，不要管别人说这个爱好好，说那个爱好不好，自己喜欢就勇敢的干。当然也有一些企业遥遥领先的企业，他就会把这个男子说成什么身高那叫擎天柱，体重叫泰山体重，经常收入麻子，满脸麻子叫分布式长相，爱好是叫普通爱好，抽烟喝酒吗？这么一宣传，是不是一个普通的男子就变成一个金龟婿？这叫扬长避短，避重就轻，指鹿为马。我们的汽车行业，尤其是
新能源汽车，它的核心竞争力就是营销，不是安全，就搞一大堆花里胡哨的功能。由于没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没有自己的护城河，没有自己的这种核心的技术，因为这些技术大家都差不多，所以它才会卷。你会我也会，你有我也有。实际上汽车产业厂家卷对消费者是好事，但是我们要跳出汽车行业来看这个事情，就像房地产一样，开发商卷那对韭菜来说应该是好事，但是你看有的厂商他为了卷不择手段，就像吉利杨学良说的，他有可能在制造一场灾难，他有可能在搞大而不能倒，他有可能绑架了整个的上下游产业链，就像恒大一样，最后还是全社会来买单。所以大家都能看到，恐怕下半年到明年汽车行业，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他们的叫房地产时刻或者叫至暗时刻已经到来，大家拭目以待。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